讲到炒鱼脯的过料用来煮花金高坡，所内面的碧冬秋拢是氧气类的食物。这款种类的食物伫台湾的生存受到正大威胁，有的是强要断种啊。清代有一位教授或者李家维，伊就特别伫校园内面打造一个氧气类食物的教学基地，特殊的品种已经有60多种啊。台湾桂类植物的种类真丰富，上无有800多款。为了保育这的贵客，清华大学教授特别对屏东送来60多种的桂类到新竹，其中以台湾原生种为主，佮用玻璃甲围起来，一方面会使保护，一方面也通互人挖近欣赏。希望让大家知道，植物不是只有彩色艳丽花朵的那些类群，这些不开花的，在生态系里头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为要照顾这的桂类，伊家为用喷水雾的方式，让这的植物会当长时间保湿，佮利用电火照，暗时园区内底看起来真特别。例如在我眼前的，这是乌来凤尾蕨，全世界只长在台湾，也只分布在很少数的地区，每个族群都不超过50个个体。在百蕨园里头，我们放进了15个乌来凤尾蕨的小苗，将来成长以后，这里可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生育地。除了一般看会到的桂类，现场还有真罕见的乌来凤尾桂，对啊天线桂。教授讲要甲这拍做成生态保育教学研究基地，也希望是校园内底上水的所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